晡7:58，花莲发生着规模7.2的大地震，上大震度伫花莲达到6级强。这嘛是9.2大地震了后上大规模的地震。这个地震发生的原因，气象署讲是因为菲律宾海的板地往北边稳物沉落去。规早起一直发生着余震，到中昼的12点为止，都有60外界的余震。地震中心的主任吴建富来提醒，未来3天到4天，还有规模6.5到7.0的余震，请民众特别注意。人工造浪。既然钓虾场水池出现大波浪，倒边正边又甲真大力，所以南方澳渔港海水嘛海袂停，民众翕到花莲7.2强一个回评。好可怕！高驾驶驶伫咧苏花街时，车身是转个真大力，强要甲惊死。北市府对面的大楼嘛海袂停，快地边总是惊甲一直大声起。这个地震发生伫咧今日透早7:58，规模7.2，震央伫咧花莲县政府南东边25公里，是15.5公里的浅层地震。全台湾含离岛拢感受到震度，上大震度是花莲县和平达到6强，另外宜兰上大震度有5强，阿新北和台北市震度嘛正大。菲律宾海板块在我们东部这边，往北这边隐没下去到欧亚大陆板块以下，所以从浅到深都有可能发生地震。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地震很好发的一个区域，主要是因为2个板块这边碰撞，所以它的能量累积是相当快速的。所以这个地区发生的地震的几率相当高。气象单位讲，所谓地震这几天会个继续发生，规模有可能达到7，提醒民众拢爱加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